是這邊吧。謝謝金馬獎，謝謝評審。我試試用國語講，是不是大家聽不聽得懂了？廣東話啊，導演跟我說廣東話，我就要講廣東話了。首先，最要多謝張吉安導演帶我去吉打，一個美麗又充滿歷史同埋種族交錯嘅地方，亦都充滿咗好大片稻田，我哋去好好咁拍一個大夜景。多謝監製黃巧順對我哋嘅照顧同埋所有嘅安排。攝影師是不懂台東講話的啦。謝謝所有多謝所有各組嘅工作人員，所有組別都好辛苦，尤其是我哋嘅機燈組，多謝我哋嘅 V 機械嘅燈光師阿康，仲有我哋大助 Lilian 同埋調光師阿啤，多謝所有演員冰冰、Natalie、潤音、寶珠姐對我哋嘅耐心。同埋多謝水牛，同埋最後我要多謝屋企人一直默默嘅支持，多謝我爸爸梁錦標，多謝我媽媽梅梅，同埋我老婆同埋 creative partner K。希望好簡單，淨係可以喺世界各地不斷咁樣拍電影，希望真係世界各地都可以拍到電影。其實呢，當然也包括我自己屋企香港。